紫色帽咧就三軍勇將啊，第7位有藍地球，第8位就電源之區，後邊4隻京津王者非凡之選方元星啊，咁啊運高八斗暫時殿後啊，好啦轉彎入直路啦，安康萬里佔先嘅，中環精英少少西咗出去啊，兩個馬中間飲杯追啲咧，外邊三軍勇將追啊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淺藍衫咧仲有紅愛四冇乜位喎，外邊包上嚟嘅馬仲有電源之區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安康萬里佔先，飲杯就上嚟挑戰啊，外邊位置仲有三軍勇將啊，接近終點飲杯贏啊，跑第2名安康萬里，中間三軍勇將第3機會高過電源之區啊，真係度都冇咁準啊！上季2 win 3班谷草千二 A 欄1檔嚟到今季咁啊叫做計3場馬啦，又係 A 欄1檔飲杯，結果係贏馬。安康萬里放頭啊第2，咁啊中間三軍勇將追上嚟跑第3，外邊係電源之區。好啦，一檔潘頓飲得杯落啦，飲杯贏馬。第2安康萬里3、4名影相啊，三軍勇將啊，定係電源之區呢？飲杯都係跟前嘅喎，不過望落就應該三軍勇將就第3嘅，電源之區就應該。